近年来，无人无人机不管伫勘查地形、农业、救灾，甚至是外送餐点等领域愈来愈普遍。不过，嘛成为有心人士攻击目标。透过卫星定位或是下载 App 同时，会产生出资讯安全的顾虑。所以，蔡小伟等4位民进党籍议员相互强调，资讯安全就是国家安全，所以联合要求市府搬查，并且提出应对方案。之前在立法院也有立委提出这个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无人机，尤其是公部门所使用的，是不是在中国制的部分没有去控管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，最主要的是希望我们的公部门一定要全面的盘查，并且针对中国制的无人机提出相对应的一个措施你可能下载 App 之后，我们通常都会有使用协议书，那你可能就反正我要使用，我就把它点开来勾选同意。那这样变成一个结果，就是你同意的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可能透过你的 App 上过网络之后，他就开始回传讯息，你在哪边飞，然后你飞的地方图纸长什么样子。这个中国制的无人机，它造成了各国治安上的疑虑，也更何况是台湾，特别是这个我们国际上有干净网络联盟，我们应该更加的与世界的民主先进国家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澳洲等等科技业去做接轨。这些所谓的无人机都应该要落实这样的原则，让我们的一个机关落实盘查，并且呢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些的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些资讯安全是否真的大量疑虑之后，立即去淘汰。根据议员调查，目前市府各机关所属的57台无人无人机，9成拢是中国制。为了加强资讯安全甲通信安全，市府表示，113年之前，得比较其他先进国家，一步一步完成汰换。那预计在113年可以把它逐步淘汰完成。那在全部淘汰掉中国制的无人机之前呢？那我们对这个中国制无人机的一个使用呢，我们会对持有的机关做一些建议。比如说第一个，那只限在绿区才能够做使用，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关闭那个通讯的功能。一切都是采取离线的作业来做资料的存取。会中市府高局嘛表示，真侪中国制产品拢被证实背后有军方的背景，并牵涉国家安全的顾虑，所以先盘点各局处无人无人机使用的现况，尽速甲相关的应对方案上民航局来讨论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